来过来抱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過嚟好啲啊！好啊好啊，得緊啊！小朋友3、4岁小朋友一连着好。100。哎呦，后面也有在家里开饭。我签了。对啊，有钱啊。我说的，他们做工就好的吃的东西，你就开的，你是给我说的饭吗？你觉得？他那个加的那些，听懂没？走吧，走吧，走了。走了，拜拜，走。走了。哎，个家伙！学生会，我想想，我中药没喝。走这我就算了。姐姐好。我们大的多人嘛，那是大班嘛？啊，大班，大班也太高了嘛。那个是，那个还可以走起那个。
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晚上上班反正中午收的菜归西了，对吧？啊，你要是放在上面是不了。玩儿好，就这个事。伙伴，走了，快点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极乐州小叶子路上，任何一台极乐车主
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走啦。这下去人引导着那去追。
哎呀，好拽！哎，过来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哎呀，走了！延时放学时间。现在准备放学的是2年级4班，请24班的家长对接你的孩子。啊，这里面，这里边，这里边。现在准备放学的是2年级1班，请21班的家长。对面是个学校，龙州路小学，堵车堵得不得了。那这个时段应该4点多吧，5点多，5点半。现在几点？5点半，是最堵的时候。一般正常3点半，但是延时了。现在，延到了，因为。现在出来的是2年级2班，请我爸老妈一般下班时间没有3点多就下班了，
都是5、6点钟才下班。哇，这个银杏树、银杏叶子好漂亮。现在放学的是1年级2班，请1、2班的家长注意接您的孩子。这个叫富兰河。这个对面那栋楼就是龙州路小学。老板，现在选的是2